神的面前是神是人的开始，是生命的开始增长。所以我们从这耶稣的里面去安慰，不但有安慰，有一个行动，甚至这个上帝的话，耶稣的话非常的坚定，因为上帝给耶稣一个权柄，耶稣一个门徒们有权柄，有一个能力。那我们在做，所以我们在做这个部分，我们面对普渡教会重建的工作，也是大家有恐惧感。我们人数很少，不能怎么能来教会？但是上帝他是有权柄的，上帝是有丰富的神。我跟他们讲说，虽然我们人数很少，我们所做的不是你自己的家，是上帝的圣殿。我们参与神的圣殿是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可以从影片里面可以看我们的会友也几乎不参与这个重建的工作，因为告诉他们做重建的工作是上帝的祝福，因为我们做的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在这愿意跟你分享红土教会建堂的这样的过程，我们请他们来播放，我们来欣赏。教会隶属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达悟区会，是兰屿岛上第一间的铁皮屋教堂，也是目前岛上迟迟尚未重建的老旧教会。红头部落也是达悟族人人口数最少的部落，族人平时的生活都是自给自足，妇女多半以农耕、种植地瓜和芋头为主，男性以捕鱼或打零工为平日主要的生计。由于兰屿岛上的工作机会非常的少，相对于每一家的经济收入是非常的不稳定。红头教会创立于1951年，当时是茅草屋教堂。1953年一直到1954年，这个期间以铁皮屋搭建的教堂。铁皮屋教堂使用至今，是兰屿教会目前使用年限最久的一间教会。红头教会创立于1951年，是茅草屋教堂。1953年一直到1954年，当时以铁皮屋在搭建的教堂。铁皮屋教堂使用至今是兰屿教会目前使用年限最久的一间教会。红头教会至今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由于教堂老旧，在安全上有待考虑，早已不堪使用。为了提升服事的品质及宣扬福音，早在几年前就有新建礼拜堂的计划。当时碍于经济拮据而无法顺利进行。
经会联合会决议成立建堂委员会，开始进行新建教堂的计划。我们从1998年开始正式筹备建堂基金，一直等到2014年，在弟兄姐妹的努力与外来的参与、关心和代祷，一直到了去年以300万凭信心正式破土重建。虹口教会新建的沿流，教会修缮礼拜堂建筑物因为非常老旧，铁皮屋严重龟裂，一直持续扩大，无法修缮。每逢下雨，雨水顺着裂缝渗透到礼拜堂，加上排水系统狭窄，下雨就成为严重的水患。虹口教会的礼拜堂所有的建筑因年久失修，设备简陋，不符使用，造成使用上的不方便。木质的铁皮屋，还有所有的建筑的横梁已经严重腐蚀，而且变形。室内老旧的电线交错复杂，教会原来的礼拜堂空间狭小，使用面积只有10几平，而且没有其他团契教室。会友人数目前持续增加，加上台湾观光客涌向兰屿，基督徒都会聚集教会礼拜，教堂老旧与空间上的不足，造成推动施工上的困难。各位弟兄姊妹，透过这个影片，让我们更了解我们目前重建虹口教会这样的事工，我们还有需要你们的代祷的关心。我们能够为在神的眷顾之下，我们要彼此的鼓励，彼此的代祷，
我相信我们也为神工作，也会得到神的坚固的帮助。就像圣经里面讲的，我们要怎样被上帝所坚固的人，除了我们要遵照上帝的诫命跟教导之外，我们更要顺服在神的旨意下执行，能够分辨是非，为神工作，愿上帝祝福你们。好，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通过主你的话语，让我们更了解在主的面前被你眷顾何等的美，何等的幸福。因为主你的恩典不用，当我们在软弱当中，你仍然爱我们，来接纳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属灵的生命都在你的掌权下。主耶稣，谢谢你，你在这个时候，你特别为我们长点教会的众弟兄姊妹要交付在手中，可也兼顾他们在任何地方，不管在工作上，在进出得我都平安，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无所不能的神，你是有人同在的神，你是更要兼顾我们的神。主，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因此爱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更体会主你的恩典和你的恩典。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在兰屿这个地方有很长，这个因为上帝处理，是在兰屿上一个长大。结果隔1年之后，1998年，我们要去自己知道，到今天对这个地图对兰屿生了一个感恩，也看见当初来到的地方。缺陷，刚才他给片语跟拼音总是分散，不仅受了为上帝打了一巴掌。当我们说我们非常贫穷辛苦，很多患了指头，请记得在这个地球上。还比我们辛苦100万倍的大有存在。求上帝帮助我们在同样信仰当中的这些的弟兄需要一起，除了用祷告之外，我们也很累的用我们的金钱的帮助。特别在兰屿这个地方，我不清楚。各位刚听到周牧师在最后分享那个兰屿的禁忌的时候，我会有怎样的看法？我们的教会已经非常进步到可以让关部进到教会来举行告别礼拜。我们年轻过需要去主持一个安慰礼拜，还要躲躲藏藏，或者我们经过人家的大门口，还必须要从后门进去。那么需要很大的一个挣扎。教会在这个地方，在我们的社区，应该怎么去协助这些有需要、有需求、需要被安慰？我相信，当教会设立我们的教会的时候，一定有它的意义，会去帮助用很真实的信仰，活出神在这个当中。这个时候，假如你有感动，这个主日有感动，就可以请待会可以请把奉献袋就按照这个心意将金钱放进去。假如这个主日不方便在其他的主日，假如你有这个心意，你也可以来纪念把这个祝福放在这个奉献袋当中，成为我们教会他们的建筑很重要的基金，记得他们。
间发
都是识字的，所以请各位兄弟就用阿美语报告今天早上周报的内容。Paano nila kusiyahan na sa mga kulong sa katosya? Nung lumitang alisay alihai lumitang 下一周6月11号是我们教会给外礼拜，所以这边的聚会的暂停仪式。假若您没有在这个礼拜这几个礼拜在后招待的地方有签名的姐妹弟兄，我们就以上面的那个人数作为定我们交通工具的一个依据。当然6月11号是主日，假如您没有参与到彰化教会的有礼拜的姐妹弟兄，可以请您到您住家的附近的教会一起来跟其他的姐妹弟兄一起来祭拜上帝，没有问题。如果不能阿里在阿里还好6月11号我不能给大家来金山活动中心在里马不能，一定要来喊kita tu sya ko matahid na ida po pasok ila sa pida kaya ahone ya hakwa albuat tatukian lubot hanggang po tisyo pa siya ko ahone hakwa ko abi sa po lingato hawi talumaan hawi dali na hanggang po ko tisyo hansi ha tentu sudah hawi benar ada Kasakume dumita lehai sa opo du kasakume dumita mlofak hawi temne hata hawi kudo uswa lukai jo temne hata ku pa ipau ka lukai jo dumita sa kadoso tiom halchi fa leya ka sakwai hawi temne hata ku uswa ku pa ini do tishom pa leya dumita sa kadoso musikai hawi diliwe sa haus sa kadima pilibayan bedaya Kalau katokian ini kiokai matahina selesai antara bandai minalaman ambo ada daya pasal kakak tu di show pala usul masih banyak kalau me ambo pagi pam somta banyak ai ko direm banyak ai ko kucing sandai sadaka nanai bola tu musikai campur tu di asa opo musikai sekaknya mapili bayan katanya kalau katokian ini lakno do kyokai dati asal tiga是不会排去的确认地点这都是好kapah yang lebih fancy pada tu di 6月10号 sekadar mak pelipayan katanya itu upangkio patukian kita hal真为kita dekat mengai sudah menjadi 真为我们把地外不上把一零di Jawa bikin kingai wa Jawa itu di sangat besar pembuat do kyo kan beda apapun negara hai itu satu dengan ada di kawanan kadang hai mereka di 6月7号 sangat dulu lehai kalau ada kegiatan itu lomba ni di 黄福生 semacam 黄福生 bakteri untuk mereka ikut di rumah juga因为刚结束的开刀就摆列照把大家那个今天会感官单那个那在岛上那个我们按岛上那个我们按去行业按黄福生修改去我生过比个礼拜我生比个礼拜去金江好金江hai akhir si kepala tiwai macam kincang dan si kepala tiwai hai ini ko ciu ini ko ciu fa malak so awal ko kata kawan sahai ira ko fuinsan kita hau ini sangat tolo ne hai kita 7点50分lupa dengan di kiokai 7点50分di kiokai lupa kita terakhir di Buta itu kelihayan kalau kemaruan di hani fokusan akan minta hai itu sudah hau ini menjadi sekali 5 lehai kalau katakan itu kan diminta ci pasal pemkiritai para tiwai wa sen che hui zang para tiwai wa sen che hui zang hai lalu hari suruh Malaya Pai minta saya lehai di US Pahau kim saya kata pulau wa usah apa kalau patak itu soal kalau buat era sepat sebenarnya Malaya Pai minta apa isu Ani ko marawa ay, ini ko maputoy atang sol han pa pasya ko na ko sisuchin ko tata tang sol
更正不要资料报告好，还一块多，能在有教会消息的后面人在后面好。还是他在巴罗他们中部休息，我们再次谢谢钟牧师感谢他今天在早晨通过这2句经文生命记跟教福音的分享通过他自己非常精彩的生命史，上帝如何眷顾他的过去的从小时候到年轻，一直步入到中年的岁月上帝如何恩待这样的一个他所拣选的仆人通过这2句经文，我们也求主继续帮助我们我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是，上帝在我们都市当中的安慰是什么？通过他自己的话语，他自己安慰我们。所以我们再一次请钟牧师站立，接受我们的发言跟谢谢他。因为常常来接见好多教会跟钟牧师那边的服侍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如果你这个主日还没有被吸来奉献的，请再来将来的这个主日其他的主日一起来我们的信放在奉献袋，这样就用汇款的方式寄到红楼教会去，寄到红楼教会去。另外我们有看到rumah ni inaremos hau lajela salaka aibira awawa ci acuy suci bisa教会nakang tinitira pira di sisu materi di Bataan我们看到那个彭阿水，其实他的家人不是在我们的后头所以请挥挥手，谢谢你们辛苦了经过这几天来的奔波让他们甚至也可以带来求神帮助他们的遗眷就是彭阿水之的遗眷，仍然可以得到上帝很大的安慰跟鼓励我们谢谢他们，也辛苦了，我帮你们带他们，谢谢。还好。我们都把当成每一次在耶稣复活的这个主日，都是第一次新来者，在上帝面前，我们为我们自己鼓掌，欢呼上帝，感谢上帝。谢谢。Hai sekatusa aku kemudian hau uya 弟兄团契我爱kemudian sekatulo hau urakan di pesan dunia hai sekasipat dibayar kami di 西北州会的事务所开辟kami merupakan 中美会ini kita ditolong pertama pasongila mengenai kemudian cukai betaya cukai mako都说到好意思的是把信仰生活系列下来的一个读经分享，把它都影响来这一个mana lagi soal haji ini kan是haji ini kan是pada baik kita nak itu ni信仰生活系列25温柔的人有福了，是哪来如果说到好意思kalima ulumos bukan seminta yo bilingwa to saligaka hau hani maputoy anu mencoba tu itu rumah saligaka hau anu milihan hau saya perkatamak kami saat saligaka nana bilingwa bukan seminta anu marina kita anu maputoy kaya kadalangai kaya ciu bang Opangku dulu man tahoy, maputoy ahoy, katala era iingkan saan, ang pasibalak sirada tama, tama matatutungay, tama ay就lumita，弟兄特别的报告，干事的办公室这边特别要请各位弟兄来协助。假如我们已经搬离开我们原来的那个住屋，或是我们发现我们在周报上面刊登我们的住家的地址处的时候，或是我们电话有更换的话，麻烦请各位弟兄待会上会之后就到干事办公室找李林干事来去做更正的动作，做更正的动作，不是我们并没有您的个人的资料的几位弟兄
希望你可以主动提供让我们来知道您的需要，谢谢多多是他会有该有点消息bisa dapat untuk kami报名的呀，如干嘛呢？我们明代儿童夏令营号，那个儿童生活品格夏令营就要开始了。原来有品什么呢？这个法律系列号，Mahmud什么呢？Mahmud喜乐吗？我不对哈，你把哈看好，Mahmud不对吧？你巴哈不是喜乐吗？马木看的，马木不懂。好，等会儿下去再做请教。好，一定你7月7号，比方暑假你干嘛来的味道？好，等下7月9号，那一定你双溪，大家通过儿童主日学，你们可以办理我们儿童主日学的教员我们的同工有曾经在马纳山庄办理过退休会，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很熟悉。在那个刚才刚我们报名刚刚在你6月12号前没报名的那个早鸟价的我们可以早鸟价那个优惠都600块300块都是按什么收入比大所以如果您在6月为我们的学子在6月12号前替我们的学子儿童主日学报名，跟我们的主日学的校长或是任何一个老师报名的话我们有优惠价600元假若超过6月13号，那么到6月13号会masyarakat matumal untuk 100块matumal untuk 100块malah 400块itu adalah 5 kilo menjadi 2000块哟。ketahanan ambil 报名sampai kuat hai dulu sudah hawi mengadang melawat kuya 大学的指考7月1号，然后7月3号，在kita pada ambil rencana pusat kami sekian alina kerjaan ciri ayah ciri jurus pada bagi turun pemerintah dan kita aksar nangka ambil ayah tu ya dibantah ya di pemerintah aku rumah bahwa bila tu ini pemutara ambil selesai kemangai wawan selesai kapal pemerintah di Taipei di Zhenrong di Zhenlingshan那turun sangat然后是在城市的圣约翰大学这个阿拉鲁比达在过前不达这个马过rumah tu ada saya pasal 50 saya kebetulan kita agama sekarang terima tu kuansi kita kacangga ada pembunuh kacangga ada musuh kapan pakai cari sekarang bako hai hadirin hoko numako那你比如说那后面还会在会后之后再请各团来补充还如果他会不是容易当我那个同学们说不起来用这首诗歌我天下万国万民接受今天早上的崇拜唱完之后再起中午是来做结束的祝福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在你们众人同在，
从现在起直到永永远远。教会有一个心意锦旗啦，礼轻情意重，请我们的代义长老、国礼长老来赠送这个锦旗。好，我们在现场在纪念这样子，谢谢。好，谢谢。还有其他报告。我们的约在哪里有约所以樟树教会的到哪里，不要忘记我们跟红土教会有个立约这个当明表在拜前请交给我的主人老师已经有，然后呢就是早鸟优惠价呢，他们是说600块，那合组这边会补助300。那尽早报名就是比较有优惠价。那记得下礼拜天以前要给这个报名表，还有这个费用，我们才能做登记说这个出席。以上记得好，报告定。好，我在这边再补充报告一下因为下个礼拜是野外礼拜，所以在这边再次提醒各位弟兄姐妹，下个礼拜请穿着现在我身上这个紫色的这个我们定做的这个衣服因为我们是团体的一个活动，所以希望下礼拜所有的弟兄姐妹记得就是出来的时候就穿这件紫色的 ，OK， 好，报告毕。平安，平安。这边要报告的是有下个礼拜6月11号的野外礼拜，这个是我们弟兄来准备，还有几个事项我要告诉你们主要的是3大点跟7小点。好了，第一点，我们6月11号有2台，有辆车，我们的弟兄有没有反映的人开2台，再加一个司机了。早上7点半在教会这边前面集合。早上7点半不要迟到的都没有早餐。其实早餐是自己准备的然后8点准时出发，8点1分看不到车子的自己坐计程车，教会只负责付70块，剩下的自己付。那个车子这个部分可能要拜托维尼长老跟英姐长老，你们做一个这个车子上清点人数的负责。这个可能要麻烦你们，没关系，我会安排你们在那边有 VIP 可以做SPA，就你们2起，只有你们2个人，不付其他人。好，再来就是，如果自己要开车的弟兄麻烦你们一定要在那一天的6月11号要跟自己的教友或是跟长老也好，或是干事要做联系因为我们才会知道你的行程还有你的人数。但是如果说你是真的是要自己去开车的这些教友们，麻烦你们在6月10号